近日中年好聲音4去到關鍵嘅第14週賽事，主題係我們都是呢樣失戀的。11強選手要面對經典失戀歌嘅挑戰，爭奪最後10強嘅席位。當中曾經以企鵝人面具參賽奪得5燈嘅周志康，今次用一首《祝君好感情大爆發》帶嚟突破性演出，震撼全場評審。梁漢文更激讚他好似突然變成張智霖一樣。另一位經常帶嚟驚喜嘅全能 ACE 吳奕偉喺唱領悟中途突然除低耳機，瞬間領悟到俾人飛嘅感覺。究竟呢班中年唱將會點樣用歌聲唱盡失戀嘅痛楚？邊個又會成為今回合最低分，跌入待定區甚至被淘汰？今日我哋就同大家一齊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同真相。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、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開始。今個回合嘅比賽氣氛真係相當緊張刺激，因為最低分嘅3位選手會跌入待定區，最後評審要退庭投票淘汰一位。呢場我們都是呢樣失戀的主題賽事，可以話係人人都有壓力，尤其係周志康呢位一直俾人視為大熱嘅參賽者。佢最初戴住企鵝人面具出場唱《他出名》，驚人奪得5燈，但係自從除下面具之後，表現雖然穩定，但就一直冇辦法再有突破。對於一個曾經攞到咁高評價嘅歌手嚟講，呢種被困住嘅感覺真係相當難捱。今次佢揀咗張智霖嘅經典金曲《祝君好》，用最真摯嘅歌聲加上細微嘅表情同肢體動作，成功唱出咗嗰種想祝福對方但又充滿不捨同無奈嘅感覺，全場都俾佢感動到。梁漢文更加係讚到冇停口，話好啱，佢又好有畫面，仲話佢突然好似張智霖上身咁。呢個評價對於一個參賽者嚟講真係好高好高。除咗周志康嘅精彩演出之外，另一位令評審們眼前一亮嘅就係吳奕偉。呢位全能 ACE 喺獻唱辛曉琪嘅領悟時，前半段其實表現平平，冇乜特別引人注意嘅地方，但去到中段，佢突然做咗一個大膽嘅決定，就係直接除低咗耳機，情感瞬間就飆升，成個演出即刻唔同晒。佢事後話自己好想感受現場嘅感覺，唔想再聽耳機，想用自己嘅感覺去重新演繹呢首歌。肥媽大讚佢呢個做法非常好，如果唔除低 EM1 根本去唔到個 feel， 仲讚佢唱出咗剛剛俾人飛嘅那種即時痛感，真係好有畫面。其實除耳機呢個動作睇落簡單，但係要喺比賽咁高壓嘅環境下有膽量做呢個決定，真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同自信。講到全新演繹失戀歌嘅選手，不得不提許雲妮。呢位女歌手揀咗鄭秀文嘅經典名曲《捨不得你》，但佢完全搣甩咗原唱嗰種哀怨嘅氛圍。主持車婉婉都話雲妮唱出咗勵志同正能量嘅感覺。雲妮自己話一直以為捨不得你係一首好傷心嘅歌，但係慢慢睇歌詞先知原來歌詞話完全怪我要一試高飛，仲有全心我祝福你，先明白原來首歌嘅真正意思係自己想走出去，只不過係唔捨得嗰個人。梁漢文作為昔日成日同鄭秀文合作嘅歌手，都坦言雲妮呢個版本顛覆咗佢對呢首歌嘅認知，感覺好唔一樣，好新鮮，但又唔會覺得突兀。呢個評價真係相當難得，證明雲妮真係有自己嘅演繹想法。另一邊廂以感情豐富見稱嘅喊包期許美琪，今次選擇演繹陳奕迅嘅相信，而且仲加入咗好多戲劇效果，舉手投足都係戲，特別係佢用手模擬打開信封嗰一刻，劉浩龍睇到印象深刻，非常欣賞佢嘅創意。不過梁漢文就俾咗一個好中肯嘅意見，話佢好想透過戲劇俾多啲嘢觀眾睇，但呢個做法其實有啲危險，因為容易分心去做其他嘢，導致 vocal 未必可以控制得咁穩定。而憑住劇集《正義女神》、惡魔少年高成斌角色爆紅嘅知音人劉劉新，本來一心諗住嚟到比賽現場可以直擊喊包期邊唱邊喊嘅經典畫面，點知今次對方竟然冇喊，令佢大感失望，仲話好期待靚仔配音員陳旭培嘅表演。呢啲有趣嘅互動真係令到比賽生色不少。講到呢個回合嘅另一焦點，就係游淑晴今次選唱容祖兒嘅《痛愛》。呢位中四炸彈向來以爆發力同驚人肺活量聞名，佢喺之前盲盒選歌嗰集唱毛啟賢嘅《太傻》，攞到98分高分，再贏 MVP， 一口氣唱完30個字先換氣，緊接再衝多30個字，嚇到全場震晒。今次佢揀《痛愛》，一定係想延續呢種震撼感，睇下佢會唔會再創高峰。另外，尹景順就揀孫燕姿嘅《我不難過》，鄭嘉星選擇側田嘅 KONG， 范子睿唱陳奕迅嘅《十面埋伏》，鄭仲豪則揀同一歌手嘅《不來也不去》，而蔡薇姐選擇林峰嘅《愛喺記憶中找你》，陳旭培就演繹陳奕迅嘅《亞士匹靈》。呢班選手各有特色，
每個人喺呢個失戀主題下，都一定會用自己嘅方法唱出故事。如果回望上一集盲盒選歌嘅賽果，其實已經可以睇到選手們嘅實力分佈。游淑晴以98分拋離其他對手，許美琪唱零時10分，配合蛋糕同香檳得92分排第二，許雲妮唱花火得91分，同蔡美脊唱7級半地震，吳奕偉唱傾斜同尹景順唱夕陽醉咗一樣係91分。鄭家聲唱可能需要90分，范子睿唱暗裏再迷得89分，陳玉培唱回首同鄭仲豪唱愛要怎麼說出口都係89分，周志康唱天下無雙得87分，最令人遺憾嘅係可嵐唱紅唇的吻只得82分，最終被淘汰成為中四第12名。可嵐話自己參賽期間要搬屋，又要照顧3個小朋友，真係好唔容易。雖然離開舞台，但係佢話會繼續締造自己嘅傳奇，呢種堅持真係好值得欣賞。再睇翻周志康呢位參賽者嘅背景，佢其實係孖生哥哥周志文細佬，兩兄弟一齊入行，但係一直以嚟周志康喺歌唱方面嘅表現都比較平穩，直到今次呢首《祝君好》先至真正爆發出嚟。佢老婆同個女同埋哥哥周志文都有嚟現場撐場，呢種家人支持真係好重要。周國峰都話，大家最記得嘅周志康通常都係第一集嘅 touch， 好希望呢種 touch 可以陸續咁喺觀眾面前再出現。劉浩龍仲話，志康之前一集嘅演出只係走心，但今次終於唱出入心，感覺呢個進步真係好大，睇得出佢真係突破咗自己。至於全能 AC 吳奕偉隨耳機呢個舉動，雖然令到佢情感大好，但係呢個決定其實好冒險，因為喺比賽入面聽唔清伴奏或者音準出現問題，隨時會影響分數。但係佢選擇相信現場感覺，願意將自己完全投入歌曲，呢種勇氣真係值得鼓掌。肥媽讚佢做得好，唱出咗啱啱俾人飛嘅感覺，呢個讚美絕對唔係人人都可以得到。其實睇翻上集吳奕偉唱傾斜嘅時候，已經因為用 mic stand 融入舞步而得到周國峰擊讚，話佢完美示範咗點樣用支 mic stand， 值得其他參賽者學習。睇嚟呢位全能 ACE 真係愈戰愈勇，喊包期許美琪向來以感情泛濫見稱，經常喺台上喊到收唔到聲，今次為咗相信加入戲劇元素，反而冇喊出嚟，呢個轉變其實幾大膽。佢可能想證明自己唔單止係一個喊包，仲有表演能力同創意。雖然梁漢文話邊唱邊演容易分心有危險，但係劉浩龍就非常欣賞佢扮讀信嘅設計。我哋要明白喺電視比賽入面，有時觀眾係中意睇到多啲戲劇效果。呢啲嘗試就算唔係十全十美，至少都叫做有勇氣去試新嘢。尤其係劉豆新專登嚟睇佢喊，但係睇唔到呢種反差，其實都幫佢製造咗話題，可能對佢之後比賽冇壞。另一位值得留意嘅係許雲妮，佢上集唱花火雖然只係得91分，但係佢嘅溫柔細膩風格好得到評審歡心。張佳添都話越來越中意佢，可以由好輕好仔細嘅聲音，去到後尾俾到高潮位。今次佢唱捨不得你改用正能量演繹，呢個做法其實好聰明。因為唔同歌手有唔同強項，與其強行模仿原唱嘅哀怨，不如用自己擅長嘅方法去表達。結果真係做到梁漢文話新鮮又唔突兀。佢呢種識得包裝歌曲嘅能力喺比賽入面真係好重要，因為評審最中意見到唔同嘅演繹角度，唔係一味複製原唱。呢個回合嘅競爭咁激烈，最終邊3個會跌入待定區，真係好難預測。游淑晴實力超群，幾乎可以肯定安全。尹景順同鄭家聲呢2位穩定型選手都應該冇大問題，反而係陳玉培、范子睿同鄭仲豪呢啲成日喺中間分數徘徊嘅選手就比較危，尤其係陳玉培，雖然係靚仔配音員，但係唱功方面未夠爆發力。如果今次揀亞視匹靈演繹得唔夠突出，好有可能會出局。蔡覓藉上集狂野表演，得到肥媽激讚，霸氣回眸，氣勢十足。但如果今次唱慢歌愛，喺記憶中找你，發揮唔到佢嘅野性，可能都會有啲難度。我哋真係要拭目以待。不講唔知，原來周志康喺呢個比賽嘅成長真係幾有趣。佢由初初用面具隱藏身份參賽，到後來除下面具，一直都俾人一種未用盡全力嘅感覺。佢哥哥周志文以前都成日話細佬唱歌有感情，但係唔夠放。今次終於見到佢放開自己，用真摯情感去震撼全場，唔單止感動到評審，仲感動埋一班網民。睇翻網上討論區，好多人話終於等到企鵝人返嚟。
仲話今次真係唱得好，聽到眼濕濕。呢啲觀眾反應其實好直接反映出觀眾要嘅唔係完美技巧，而係感動同共鳴。周志康今次真係做到呢點。至於全能 AC 吳奕偉，佢除耳機呢個行為，除咗引嚟評審讚賞之外，亦都引嚟好多網民討論。有人話佢夠膽做實驗，有人就話呢個動作只係花巧嘢，未必係真正幫助表現嘅方法。但係我哋要明白，作為一個歌手，有時候適當嘅即興同突破係好重要。如果永遠死跟彩排嘅安排，咁就唔會有驚喜啦。肥媽話除耳機先去到 Philly， 呢句說話其實真係有道理，因為監聽耳機會隔離咗現場環境，你聽到嘅聲音經過處理，唔係最真實嘅聽感。所以除低之後，反而可以更加直接咁感受到現場觀眾同樂器嘅能量，呢種感覺係好唔同嘅。最後我哋都要講客喊包琪許美琪，佢雖然今次演繹相信冇喊，但係佢嘅戲劇嘗試其實已經為佢帶嚟唔少討論。梁漢文話佢邊唱邊演容易分心，呢個批評其實好有建設性，因為如果你要同時兼顧唱歌同演戲，好容易兩頭唔到岸。尤其係相信呢首歌本身旋律同歌詞都好有情緒，如果分心去扮讀順，真係可能會影響到 vocal 質量。不過我哋都要讚下，佢有嘗試突破自己，唔係永遠食老本，用喊做賣點。劉劉新失望冇睇到佢喊，但係呢個反而證明美琪唔係一個喊包機器，佢都可以有唔同嘅演出方式，呢個係好事嚟喺。多謝大家，今集嘅分析就去到呢度。唔知大家對於呢宗中年好聲音4我們都是呢樣失聯的主題賽事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